收睇廣東體育類節目《綽綽有餘》。綽綽有餘特別節目郵輪之旅熱辣登場，當家主持郭家峰同黃韻瑤帶你開心揭密，究竟豪華郵輪上面有啲咩好玩好食，又有啲咩有趣嘅事情發生呢？今晚綽綽有餘話你知。仲有趙一時攜愛女為電影獻聲，小方同鄧麗欣又傳2年之內會結婚，仲有趙凱琪唔知道方大同暫停推新衫，只係着正太。小一時一日帶咗3個寶貝女出席電影首映禮，呢個亦都係許老三嘅首次 fans 見面會。第一次參加首映會，小一時有冇特別叮囑許老三嘅地方啊？因為徐老三最近很喜歡玩一個遊戲，就是把我的衣服這樣整樣扯下來，然後我就說：寶貝，你兩個在台上不能把我的衣服撕下來。然後他們就說：如果撕下來你會怎麼樣？我說：我就會從此以後就是不會回這個家了，我就會去很遙遠的地方。好彩今日冇走光啊！咁小一時不如嚟點評一下女女配音電影嘅表演。徐老三的表現尤其讓我覺得，因為畢竟他台詞比較多，然後他的表現，然後那個大將之風，還有他的情緒拿捏得宜，我覺得很厲害。後來就有偷聽到那個導演跟我那個徐老三說：你配得比你媽媽還好哦。配唔好都唔緊要，俾你一個用閩南話嚟宣傳電影平反嘅機會啊！暑假之後，大家嚟電影院看睇《海底總動員》，到你去到位。自從咧小一時告別咗康熙來了之後咧，佢成日喺網上發同3個女女嘅日常生活視頻啦。好多網友睇完之後就表示話咧，原來性格都會遺傳嘅喎。佢個3個女女咧成日講埋啲雷言雷語啦，令到小一時本人都表示非常之無奈啊。不過話時話啦，小一時真係事業心好強喎。佢唔單止呢一邊啊帶個女配音，佢仲會開個新嘅節目。咁呢個新嘅節目仲要係佢一個人獨挑大梁喎。不過講真嗰句咧，佢哋之前嘅呢個離開儀式咧搞到咁隆重，就算係佢哋2個人而家即刻合體啊，好多觀眾都會講話係冇新鮮感噶啦。不過另外一邊啦，小方同埋鄧麗欣就有新鮮嘢爆出喎。鄧麗欣、關智斌、迪日達一齊出席品牌活動。最近網上咧就流傳話方力申努力存錢啊，將喺2年之內迎娶 Stephy 喎。唔係話之前已經分咗手嘅啦咩？唔通係要用呢個承諾嚟求復合？有，都是公司同事發給我才看到的，我覺得有點莫名其妙，就是為什麼會有一篇完全裡面的內容是假的會出來，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些朋友就是對我們一些期望，還是把舊的新聞拿出來講，我都沒有特別的看清楚，可是現在這個出來的內容，反正都不是現在的，都不是真的。另外一方面 ，Stephy 咧又被爆與同性好友小牛戴情侶耳環同埋密會啊！這個更搞笑，我覺得這個耳環，在場隨便很容易找到一個人會有，就是很簡單的一個鑽石的耳環。另外，迪日達一日亦都驚爆話同女朋友吳乃馨分手啊！據了解，2個人咧長期分隔兩地，感情難以維持啊。其實，怎樣說啊？其實我覺得應該要講出來了。其實我們已經分開了，其實我們在1個月多之前分開，都就是因為工作關係吧。就可能我有時候真的太忙。至於 Kenny 咧，早前就有透露話被家人催生 BB 喎，原來佢自己咧亦都有生 BB 嘅打算啊。我都想了，因為我身邊最近出現很多很可愛的小朋友，還有我的乾兒子、乾兒女。他們一看見我的時候就叫我，哎呀，乾爸爸，乾爹，哇，你聽到你的心都軟。近日咧，新浪雜誌就以鄧麗欣清新秀麗嘅圖片啦，隔離再配上疑似係佢嘅不雅照，一下咧就轟動咗成個娛樂圈啦。據聞咧係再加上長達6分鐘嘅視頻添。咁之前佢就已經俾捲入呢個豔照門嘅風波，不過有驚無險逃過咗一劫。唔知今次6分鐘視頻係咪真嘅呢？其實咧明星多緋聞都好正常嘅。鄧麗欣第一時間就喺微博度澄清咗，並且話咧公司已經喺度處理緊㗎啦。同樣係好多緋聞嘅史凱琪同埋方大同咧，佢哋2個人真係好閨蜜嚟嘅喎。史凱琪 Fiona 一日搭檔湯俊業到電台宣傳2個人合作嘅廣播劇《寂寞的總和》，劇中咧 Fiona 亦都表現出對愛情嘅諗法。我覺得就類似我們的廣播劇，還有這個他的歌，還有我們的 MV，最恐怖的是
不是你找不到一个你爱的人，是你找到了，但是你害怕去說出來，你害怕去爭取那個人。我覺得這個寂寞是比還沒找到就是更可怕的。係啦，最可怕嘅係 Fiona 就係呢種人啊。這個狀態我也有試過，因為就不知道為什麼，就是我很多東西都比較開朗，比較開放，比較有膽子去講去跳舞，在台上面唱歌啊跳舞。那一去到愛情那部分，你讓我就是說出來我的真心話，或是追求我愛的人，我那一塊就比較害羞嗎？比較害羞，真的。講出來好像是說笑而已。那所以我對於我們這個故事，我特別有感覺。Fiona 話咧會從過去嘅男朋友身上揾到乜嘢人先係最合適自己嘅，咁最合適你嘅係咩人呢？就要專一，要誠懇。我特別討厭別人說謊，這是絕對不可能。你不是在說我嗎？應該不是吧？然後我希望就是我覺得在那麼壓抑的生活當中，幽默感是很重要的。那如果他有，那就最好。另外提到好朋友方大同宣布整停推出專輯，Fiona 竟然唔知道。所以他現在去拍戲了嗎？有冇關係嗎？我這個消息我不知道。對，因為我的國語唱片還會就是因為還沒錄完，就我還會跟他就是一塊就是做我的國語專輯。但是如果他自己來講，就是是不是暫時不再唱歌，我也還沒，因為很久沒見過他了，我們各忙各的。你話你好似薛凱琪同埋方大同咁樣個好閨蜜啦，即係令到好多人都好羨慕噶，我都好想要咁樣一個男閨蜜啊！冇錯啦，咁喺薛凱琪患抑鬱症嗰陣時啊，方大同咧就一路陪伴，而且一路鼓勵佢，佢先慢慢行翻出嚟噶。咁而家佢哋喺互相工作上邊嘅好夥伴。其實咧我諗記者最關心嘅就係薛凱琪嘅感情問題啦。佢哋已經問出咗一套非常之詳細嘅戀愛原則，但有乜用啊？薛凱琪佢嘅工作咁忙，其餘除咗工作之外咧就係練歌同埋練舞都冇時間拍拖啦。另外一邊咧都係工作狂嘅秋薇就帶住佢嘅新書嚟宣傳喎。著名作家秋薇攜新書《男人相對論》到廣州同讀者見面。繼喺豆瓣上面嘅高分小說《再見少年》之後，作家秋薇再次推出重磅小說集《男人相對論》。呢本書係以3種獨立嘅視角嚟描繪咗都市男女嘅情與愛。陳坤、黃磊、何正宇、丁丁張、楊洋、張浩晨等人都鼎力推薦呢本書啊！呢一次可以請到韓國電影界嘅男神何正宇作為推薦人，秋薇亦都話咧係同何正宇嘅緣分啦。而且一講到緣分呢個詞嘞，作家秋薇就頓時變成咗迷妹秋薇啊，好害羞咁樣咧，同我哋講起咗佢同何正宇嘅緣分啦。就是何正宇所有的電影我都非常愛，我認為何正宇是全亞洲最好的男演員，是目前全亞洲最好的男演員。然後其實你想要做的事情，你真心想做的事情，真的全宇宙都會幫你。我第一次看到何正宇的畫是在首爾的一個咖啡店，然後就被震驚了，就是我覺得我跟這個畫之間特別有感覺，然後我就找到他啦。最近秋薇嘅好朋友趙薇被傳話離婚，秋薇即刻企出嚟力撐趙薇啊！趙薇咧亦都積極咁回應話離婚傳說只係一個誤會。是這樣子的，因為趙薇非常喜歡何正宇，然後何正宇還送過趙薇一幅他畫的畫，然後所以昨天我剛到廣州的時候，一下飛機看到熱搜榜上面有趙薇離婚這個熱詞，然後我又心裡一陣拔涼，然後我想說完了，那他千萬不要離婚，他如果恢復單身，我的重要的情敵就來了。近日咧，趙薇就疑似飲醉酒咁發咗條微博，微博上面咧佢就痛斥某啲媒體咧係斷章取義、扭曲事實，更加係大肆咁樣宣傳添啊！冇錯啦，咁趙薇仲話：我真係好討厭你啲媒體啊！點解可以為咗你令到呢個世間變得咁複雜同埋惡俗？點解唔可以簡單啲？正能量先係我哋真正需要嘅氧氣啊嘛！冇錯啦，其實我諗應該啲記者羨慕妒忌恨佢啊！你話咧，佢除咗而家喺影視方面發展得非常之好之外咧，佢又有自己嘅酒莊啦，又有投資項目，真係女人嘅典範啊！講完佢，即刻去睇下其他新聞。多次喺電影當中飾演父子嘅梁家輝同埋彭于晏喺現實當中嘅感情呢，亦都好到要被主持人誤會啦噃。
刚开始认识艾迪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有点像我，一开始我就认定了他。我跟我太太来台北的时候，他都会带我们去喝咖啡啊，吃蛋糕啊。对，然后我去香港的时候，肚子饿就打给小伟爹地说，我饿了，就上来吧，吃饭啊，吃飯已經牽涉到我們的家庭了我們兩家人就好像成了一家人一樣。咁仔仔年紀都唔細㗎啦噃，係咪應該幫佢揀翻個老婆咧？嗬？爹地趕快挑一下，要挑媳婦哦。挑媳婦是交女朋友的事，當然是讓他自己來挑。他現在還在慢慢在見到他事業上的事情，專注好就是接下來的工作啊，緣分的東西要來就來。最近周杰倫又紅咗一把喎，不過唔係因為新專輯喎，唔係因為新專輯，咁因為啲咩啊？咁自稱係甜食殺手嘅佢啊，已經比瘦嗰陣時肥咗足足13公斤啊！我諗咧，除咗呢個美食嘅誘惑之外咧，一個好大部分嘅原因就係佢有個家有嬌妻啦，仲有一個上輩子嘅小情人。你話心情咁好啊，唔肥都難啦。不過佢都係好自信嘅喎，佢就話啦，反正大家都睇唔出嚟。不過佢啲 fans 就將佢肥同埋瘦啲相 P 埋一齊就話。我們看不出來，搞到大家哈哈大笑添啊！冇錯啦，其實我哋嘅當家主持咧，家峰同埋尹瑤兩個都係吃貨嚟嘅喎，唔知佢哋兩個喺郵輪上面會唔會難擋美食嘅誘惑呢？即刻嚟睇下。海洋航行者號係皇家加勒比海國際郵輪公司屬下嘅豪華郵輪之一，位於全球10大郵輪之列，亦都係亞洲最大嘅豪華郵輪，船噸位達到13.8萬噸，載客量超過3000人。本次郵輪航線從東方之珠香港上船，途經旅遊勝地廈門觀光，最後目的地將會到達美麗嘅海島旅遊城市日本沖繩。沿途嘅配套設施一應俱全，娛樂項目豐富，而最令人感嘆嘅就係海上航行過程中醉人嘅景色。身處繁華大都市嘅我哋，忙碌嘅生活對於我哋而言可能已經超載。6日5夜嘅行程唔單止係一次旅行，更加係一次心靈同埋軀體嘅釋放。從香港上船到廈門，再到沖繩，成個旅途嘅時間需要6日5夜嘅時間。而呢一個時候，隻船已經去到公海嘅位置。公海即係乜嘢意思呢？即係話手機上面係冇信號。所以呢一個時候，手機對於我嚟講，就係一個留低美好瞬間嘅工具。如果話想喺郵輪上面尋找片刻寧靜，圖書館就係你哋最想停留嘅角落。一個人揀一本書，喺華貴嘅燈飾旁靜靜品味。喺郵輪上面可以見到比平時更加深藍嘅海洋，可以見到比陸地更加清澈嘅天空，更加可以感受到前所未有嘅自由自在。一張張油畫般嘅照片，將美麗嘅瞬間記錄落嚟。點解運瑤都會喺度嘅？點解你喺船上面都唔揾我啊？因為公海冇信號啊，朋友圈都發唔到啊。有 WiFi 噶嘛？吓？有咁嘅事？點解冇話我知㗎？啊，有 WiFi 就好啦，快啲幫我搞。自己去前海搞掂㗎啦。我有㗎嘛？唉，咁就得啦。喂，問題係嚟啦，即係咧，其實我哋各自上咗船啦，咁都遇唔到，究竟呢隻船有幾大啊？咁啊，梗係大咯，成10幾層咯，而且咧係全球第6大郵輪啊！哦，唔怪之得啦。不過其實我上咗船咁耐咧，時間我就行下影下，係嘛？公海冇信號，就懶唔文藝咁，影相影到好攰啊！仲有咩消遣咧？哇，咁啊多啦！你想唔想玩啲刺激啲嘅？喂，刺激啱啊！啱就90後啦，睇個樣咁後生，住到玩刺激，有咩嘢刺激玩啊？衝浪啦、攀岩啦、滑高爾夫啦、籃球啦、桌球啦，哇好多！咁多嘢嘅咩？事不宜遲，即刻換咗件衫去試試先嚇，出發。當然，文藝青年鍾情嘅寫意、情調、美景
抒情，喺6日5夜嘅旅途當中，梗係可以盡情咁發散啦。但係除此之外，郵輪上面為大家準備嘅遠遠唔止美景同埋情調。如果你係一個追求動感時尚、追求刺激運動嘅元氣青年，咁海洋航行者號絕對可以滿足你情調之外更加多嘅需求啊！衝浪、籃球、遊戲機室、高爾夫球應有盡有。而對於一向文靜嘅我嚟講，亦都迫不及待想要挑戰一下攀岩啊！手臂酸到不得了，然之後就喺度震，再加上我揀嗰條咧可能比較咁樣突啲啊，所以咧爬嘅時候咧好難爬，而家夾硬搲住佢扣住嘅時候咧，佢隻手咧根本扣唔住。但係點講咧，真係好正，因為你喺上面睇嗰個感覺咧好開闊，正。既然小公主允瑤都突破自己，冇理由我唔嘗試一下攀岩㗎。經過一番努力之後，身材健碩瓜子面嘅我，可以話輕而易舉咁就登頂啦。不過當然啦，好似我呢啲身手矯健嘅運動健將，攀岩點能夠滿足我好動嘅心靈啦？所以攀岩結束之後，我梗係要去挑戰一下所有上咗郵輪嘅遊客都好想感受一下嘅甲板衝浪啦。喺我身後嘅一個 low rider。即係話要征服海浪，可能好多人會覺得衝浪係要落海度玩嘅，其實唔係㗎。喺13樓就有一個設施，非常之激烈，非常之刺激。究竟係乜嘢豪方神色咧？我哋睇一睇先啦。唉，家風你真係太瘀啦！見到你咁樣花式跌低咧，我哋靚仔有型嘅教練都不得不為你馬上展示乜嘢先至係甲板衝浪。得啦，叻啦！呢個衝浪的而且確好講究技術，一時半刻都冇辦法為大家展示過關嘅技術。既然係咁嘅話，我就挑戰我最擅長嘅打籃球啦！海天一色嘅景色下面打籃球確實係別有一番風味，但係作為一個有品味嘅 girl， 我認為打歌先至更加貼合我嘅 taste 啊！坐落喺郵輪11層嘅健身房，可以話上船旅客必去之地。唔單止健身器材眾多，設備先進，淨係健身房全景玻璃窗外嘅無敵海景景觀，都足以令到冇健身習慣嘅人士換上運動裝備行入健身房啦。對於我哋呢啲咁貪靚嘅女仔嚟講，嚟到健身房，梗係第一時間慢跑。即係其實跑步咧，平時都會去健身房跑嘅，但係我發現呢度啲設施咧，真係比平時我哋陸地上嗰啲健身房踩得更先進。最緊要就係嚟到呢度心境好啦，仲有咁靚嘅喎。力量對於一個男人嚟講又係重要，所以對於我嚟講慢跑係冇用，一定要舉鐵。喺我身後有好多鐵啦，最緊要嘅係大家應該留意到啦，喺我身後就係一望無際嘅大海，見到咁靚嘅景色，我嘅力量前所未有咁想噴發出嚟，為大家展示下我嘅力量先。呢一邊可唔可以唔要？呢一邊就唔啱我哋啲正常玩嘅嗰啲變態嘅，我都係啱玩呢邊正常嗰邊。打得幾有力量啊！
好攰，好肚餓，好辛苦啊！話咗你㗎啦，體能又唔係好喎，最後人引體向上舉啞鈴。我覺得你肯定係肚餓啊！食嘢啊食嘢！食嘢喂，邊度有嘢食先？我覺得咧，好似你咁嘅大食怪咧，應該去我哋嘅帆船餐廳食自助餐。自助餐咁巴閉？大仔先。冇位啦！唉，肚餓到飛起。哇！你攞咁多？好多咩？喂，話俾你聽，我平時食開自助餐嘅咧嚇，起碼要行5、6次，而且今次呢一個自助餐係唔使錢嘅，我絕對行10次啦，呢個1/10嚟嘅啫，咁啊叫多。係嘛？不過你真係好少喎，撈貓咁少喎，你呢啲，使唔使減肥？出到嚟玩好心，你就放鬆下警惕啦。咁你係有所不知，我都唔係咁樣嘅人。我之所以而家攞咁少嘅原因咧，係因為除咗呢個自助餐咧係免費嘅之外，仲有一個藍寶石主餐廳都係免費，而且仲有呢個吉雅尼餐桌餐廳啦，呢個牛扒館餐廳啦，日本料理餐廳咧，咩意大利餐廳哇太多啦，我要留定個位一陣間去食咯。所以你慢慢食住，我債啦。咁我叫咗咁多嘢，咁我點算好咧？我都唔使咁灰心，因為你睇下出邊咧，環境咁靚，你可以做得到，我覺得係啊。係啊。唔好咁搶，我話俾你聽，咁我食晒呢碟，我再落去慢慢食。聽我嘢啊！我依然要攞10碟。食飽飽之後，皇家大道仲有各式場所適合大家放鬆放鬆，有全天候供應嘅免費咖啡館，亦都有異國風情嘅酒吧。最正嘅莫過於喺皇家大道為大家獻唱嘅駐場藝人，買一支啤酒，聽一首歌，實在太舒服啦！好心你就唔好淨係諗住飲食啦。對於有追求嘅靚女嚟講啦，飯後消遣當然就係行街啦。嗱，唔好以為喺郵輪上面冇呢啲活動喎。喺郵輪嘅第5層咧，就係一條燈光璀璨嘅皇家大道。喺呢度有各種嘅奢侈品牌、時尚服飾、免稅商品。最重要嘅就係各個品牌咧都會定時舉行特賣㗎。而我當然係做好咗攻略啦，跟住落嚟幾日要各種血拼啊！船上面嘅美食、娛樂活動真係多到數都數唔過嚟啊！而除咗喺船上面嘅各種享受之外咧，海洋航行者號途中仲會停靠廈門，而海上巡遊嘅最後一站就係美麗嘅日本沖繩。一落船就感受到濃濃嘅日本風情，坐上旅遊大巴，路上面嘅景色真係令人流連忘返啊！登陸沖繩之後，我哋仲會去到沖繩著名嘅旅遊景區，感受一下呢一度嘅歷史文化、人民風貌。而作為年輕嘅新一代，對於我哋嚟講，最重要嘅當然就要揾一個美麗嘅地方影相，然之後發一個有定位嘅朋友圈啦。喺香港上船，歷經咗廈門呢個咁美麗嘅地方，然之後就到咗日本啦。冇錯，呢個地方咧就係日本著名嘅旅遊海島沖繩啊！一到埗咧已經感覺到哇，空氣非常之清新啦，藍天白雲啦，仲有頭先咧我哋觀光嗰個旅遊景點真係令我流連忘返。實在太文藝啦！不過想提醒你一句，文藝嘅地方啱先已經過咗㗎啦。嚟到日本有一樣嘢好重要，對於我哋後生仔女，又或者咧對於叔叔阿姨嚟講，血拼係好緊要。因為嚟到日本呢個地點咧，有好多嘅藥妝店啦，有好多嘅奢侈品牌啦，又或者各式嘅電器都係等緊大家購物㗎。所以尹瑤，唔見咗嘅，哇，已經走過去，肯定好有錢，頂得閒咁快。咁啊，買嘢。嚟到沖繩，我哋首先去到嘅係位於沖繩市中心嘅藥妝店。喺呢度有一系列大家平時只能夠通過代購嘅方式嚟購買嘅物品。相信我，嚟到呢度，無論係男女，無論係老幼，都絕對控制唔住自己嘅雙手啊！雖然話購物係尹瑤日常生活必備活動，但係嚟到咗日本，對於平時對購物都唔係好感冒嘅我而言，亦都係十分之激動，按耐唔住，情不自禁就攞起咗購物車。藥妝店裏面嘅各式保健品、特產、藥物、手信，喺呢個時候你想做嘅就係通通將佢哋全部擺晒入你嘅購物車裏邊啦。
離開咗藥妝店，下一站我哋去到嘅係沖繩嘅 DFS 免稅購物店。喺呢度，各種國際大牌子，各種免稅打折，各種各款名牌，只有你諗唔到，冇呢度買唔到。如果你係一個購物狂嘅話呢，就真係要做好成為一名剁手黨嘅準備啦。吃喝玩樂，景色又靚，啊！我真係唔想離開沖繩啊！6日5夜嘅郵輪之旅，香港上船，途經廈門，最後一站到達沖繩。成個旅程可謂豐富多彩，令人流連忘返。雖然時間有6日咁耐，但係我同尹瑤一樣未食晒船上所有餐廳，未玩晒船上所有嘅設施，所以稍作休息之後，我哋又要投入到船上嘅度假當中啦。唔知道電視機前嘅你有冇興趣呢？希望下次旅程我哋可以遇到你啦！陽光、海浪、俊男美女、5星郵輪，呢一個夏天最正嘅旅遊開始啦！綽綽有餘，而家推出亞洲最大郵輪皇家加勒比國際郵輪海洋航行者號超凡郵輪線路，全港最低價只需要3888，享受超凡海上極限樂趣，娛樂盛宴，百老匯經典演出，合家歡夢工廠體驗樂園，米其林餐廳美食，無限量自助餐任君選擇，15層豪華房間，一次性滿足你對郵輪嘅所有奢華願望。超凡郵輪即刻起航，開啟不同尋常嘅探奇之旅。綽綽有餘又有福利啦！只要掃下屏幕下方嘅二維碼，登錄我哋嘅官方商城就可以買到最好飲嘅果汁酒。我哋仲邀請你嚟到我哋嘅實體店試飲喎。不過咧，我哋要提醒下大家啦，飲酒就唔開車，開車就唔飲酒。我哋淨係接受18歲以上嘅朋友嚟參與試飲嘅喎，即刻去了解一下啦。好啦，今期節目時間差唔多啦，更加多娛樂圈精彩馬料可以關注我哋嘅騰訊同埋新浪官方微博同官方微信@GRT 綽綽有餘，仲可以關注本台官網荔枝台梅子推送 app 㗎。接咗嚟會有妹妹帶俾大家豐富嘅粵港澳演出資訊，我哋係廣東第一台節目綽綽有餘，下期見，拜拜。呢一個綠色嘅大怪物真係要嚟廣州啦！妹妹其實好中意呢種超級大暖男噶，不過每一次咧都會糾結顏值，唔通真係要嚟一場美女與野獸嘅邂逅？唔講啦，妹妹先去睇下動畫片，複習下先。闊別幾年，眾多明星聯手參演，萬眾期待嘅《寒戰2》終於要喺暑期上映啦！能否再做無間道神話呢？新聞眼話俾你聽，長江後浪推前浪，新生代90後逐漸取代。下星期一晚上19點，綽綽同你介紹一下90後嘅演技鋼把子。綽綽有餘，下個星期見。